讲到即马，中东的情势真紧张。台湾驻中东国代表处继续协助民众登来到台湾。今日下晡呢，就100位的台湾旅客对杜拜登来到台湾。那外交部也有统计，伫咧中东地区还有79名台湾人请自处协助因登来，目前登来安排。不过，这中国央视却放送讲呢，中国大使馆协助74名台湾人，实际去甲了解是当地导游带这旅行团去到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，因是先安排。有带胞证的台湾人去到上海，咱的陆委会也提醒讲，唔通对中国伫遐补认知作战。记录卡塔加罗病情一切正常。美国、伊朗、以色列爆发战争以来，中东真济国家受影响。不过，住伫卡塔的台湾人王泽讲，最近空气警报的频率开始下降，民众也恢复正常生活。伊计划过2天就要离开，也烦恼是不是能顺利坐到航班。目前的民航是不会飞，他们目前飞都是 relief flights， 就是那些滞留的旅客，然后他们要先把他们疏散走这样子。中东情势依然真紧张，咱国驻处也继续支援国人登来，70要差不多100台湾旅客为杜拜登来，行政院秘书长郑俊涵特别去关心。到昨天已经有累积了1592名国人返抵国门，那预计今天会超过1600名。以色列还有卡达也开始呢有限度的开放空域。那考量中东情势瞬息万变，外交部呢持续研议所有可以维护我国旅外国人安全的做法。外交部统计到70为止，中东地区有79位台湾人请自处协助回国，会采取适当方式安排就地制上下航班，或者是经由陆路到空气开放的邻国坐飞机。不过，中国官方媒体用时这时阵所报道，中国大使馆帮助74个滞留中东同胞引起议论。谢，很感谢我们的祖国。只是我们回来在上海出关的时候，一下飞机。走到一出来就一堆记者、一堆摄影机啊什么的，全部都来了，围在那边啊，一直在问。根据了解，因是有台旅游土耳其团的旅客，飞行原本要为阿布达比转机，因为班机被取消，伫伊斯坦堡停留5天，导游率技术向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求助，中国安排有带胞证的人到上海转机回来。不过，陆委会提醒，大家唔通纳入中国认知战的陷阱。中共都会利用这种天灾人祸的事情去散播一些我政府救灾不力啦，没有能力撤侨啦，协助我们的游客在撤离战火区的这个部分来讲，已经做了最大的努力，目前成效也都还不错。外交部澄清，这旅行团不是滞留中东政府，而且伊斯坦堡空气也无关，有真侪替代方案。建议旅行社甲个人若需要协助，应该甲咱驻外馆处来联络，驻外人员会第一时间全力来协助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